昨昏伫咧高雄公山，有一个60多岁妇人人骑奥多摆煞熊熊奋起，摔倒伫咧路里。有民众看到是赶紧去甲伊刺胸砍做 CPR， 嘛有人伫边仔咧指挥交通，避免佮去互车弄着。虽然这个妇人人落尾是救无回来，不过家属是对这阵热心的民众真感谢。头壳伫安全帽的查某人，双手拢无停过，继续甲妇人人做 CPR。倒伫头壳昏迷是60多岁细老的妇人人，伊伫伊透早骑车经过高雄公山大林路段时，熊熊停落来，摔落来就倒落无搁起来。余光看一下婆婆有没有呼吸有没有正常，发现她从大口呼吸到喘气，然后就呼吸越来越微弱，我就觉得不行了。那所以我就赶快帮她做 CPR 压胸。看到有人倒伫涂骹，这位小姐紧甲机车停缓的，好后边的车会当闪过。确定妇人人的状况了后，发现对方的喘气愈来愈弱，所以实施 CPR。热身模样，互看到的民众拢真佩服。骑车的一个小姐就帮她 CPR 啊，帮她急救啊，就说她摸起来没有那个呼吸心跳，那我就说那我回来帮你打电话叫救护车啊，觉得就很钦佩她啊，足感动的对啊。工作时认保的这个小姐，甲妇人人急救10多分钟，一直到救护车来为止。附近的民众也同去斗相共，有人动车，有人烦恼2个人会互客机车弄到，嘛提速甲顺来动。据初步了解，该女子是因身体不适才导致事故发生，并无其他外力介入。详细原因仍需报请地检署相验厘清。救护车赶到位了后，甲妇人人送去病院，不过送医了后又援救无回来。民众热心协助甲急救的感受画面，好几名传起咧网络。家属嘛希望感谢这个无名的英雄，互民众学到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